距離港北口岸港珠澳大橋15分鐘車程內就可以282萬攞得一套咁靚嘅別墅啦，單邊位嘅。之前原價購入嘅時候要1000萬嘅哈，係真係1000萬。你睇呢度就係後花園嘅位置，後花園咧都有40個平方，上下聯排別墅啊，總共4層半，拎包入住即買就即裝修啦。好。我哋可以見到咧，小區都係十分之安靜嘅哈。好，然之後你睇好多人已經重新油漆重新裝修拎包入住㗎啦。前花園入門口呢度亦都有30個平方。咁雖然花園唔係好大，一共就係80到100平方左右嘅啫，但係咧勝在個夠平，總價282萬哈。咁有埋游泳池同埋業主會所、健身房都有齊晒。好，旁邊咧就係華發商都，仲有3號會員店㗎啦。